生生，我发誓，定会替你守好沈家。我苦命的儿啊，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演，真会演！明明就是你们俩将我虐待致死的。我的好丈夫为吞我家，假意娶我，婚后竟与他母亲联手，将我折磨致死。别怪我，生生。只要你活着，我永远都是沈家的上门女婿。要怪就怪你命太长了。不过万幸，这俩老不死的实在太能活，多亏我搞来的毒药，终于在5年前送他们归心了。对，两个老东西的，终于送走了。什么？秋生！为什么我碰不到他们？这是炸药，是绝户，那就都别活了！若有来生，我必让你血债血偿！我重生了。老爷病重，速归。重生到5年前，父亲病衰这天，秦俊圈丁氏，你们的报应从现在开始。小姐，车坏了，您另寻一辆吧。他刚端了黑龙会的军火库，绝不能让他活着出去。rob个蛋，循着血迹找，今天必须让他死在凤城。叫叫原来你是做那个的，我不需要，你赶紧走。哪个？叫，不然送你上西天。他受伤很重，血腥味会引来追兵。大哥，血迹到这儿就没了，晦气！碰上这种当街拉客的。好姐姐，考虑下，常保我怎么样？活儿好不粘人。呸！这年头当鸭的都这么明目张胆了。走走走。拿你枪做报酬不过分吧？多谢。你叫什么？赵生生。名字土，胆子倒不小。博莱达 M92F， 好东西，正好缺个趁手的家伙对付那对狗母子。沈荣安还没咽气，吊着一口气，等沈时珍回来。死到临头，他竟然还惦记着那个贱人的女儿。此底入药，无色无味，半个时辰内送他归西。可万一被人发现了？没有万一，
除非你不想要这剩下一半的沈家家业。是，夫人放心，我一定办好。哼，老爷，该喝补药了。补药是催命的毒药，上一世我爸就是喝下这碗药后吐血身亡的。住手！盛世生，你干什么？爹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不能去，老爷这是老毛病了，喝药就好。是补药还是毒药？送去西医院化验便知。大小姐，我冤枉啊！生生，你疯了！傅艳林已经封锁全城，禁止人员流动。我沈家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下人做主？于慧珠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沈府管事，看好老爷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是，大小姐。谁再敢拦我救我爹，下一枪你就真的死了。生生，君川是好孩子，你嫁给他，与他一起守住家业。不，爹，我是主，他是奴。我沈世生绝不让万人吃绝户。秦俊川上辈子就是靠囤积的药材搭上了督军府的路子，这辈子这条路我来走。血上一支浩寒剧毒，3期能中和毒性，保留止血奇效。这些蠢货根本不懂配比，贪附权贵不如成为权贵。督军有令，3日之内禁止人员流动，违禁令死。长官，小女沈诗恒，家父是首富沈荣安，我不是来闯关的，是来跟你们督军谈合作的。这是血上一支血，有剧毒，你想毒杀督军？毒性已被我沈家秘法驱除，若不信，我愿亲身试药。你是第一个敢拦老子车的女人，不怕死？怕，但更怕我爹死。这是诚意，还望督军笑纳。止血奇药，但有剧毒，小丫头，你当老子是傻子？督军，我愿献出沈家所有药材，为贵军疗伤，只求您行个方便，让我送家父就医。好胆子，成！但你要敢耍花样，老子照样崩了你！派人送沈小姐的父亲去斯科特医院。是，告诉那帮杨大夫，救不活，他们也别活了。说吧，除了救你爹，还想要什么？我想成为督军的儿媳妇。想嫁进我傅家的女人，能从凤城排到南京，你凭什么？凭我能让督军的江山做得更稳。督军，你也知道，我沈家无主，必成恶狼口中之食。若我成为您的儿媳，沈家的万贯家财就是督军府最稳固的军火库。这不是攀附，是联盟。联盟？把野心说得如此坦凉，你倒是我见过的第一人。我若现在崩了你，沈家的一切不照样是我的？我早就料到你会有这一手，这些照片就是我的底牌。督军不妨先看看这份见面礼。灭口容易，民心难收。这些照片若见了报，督军，您刚拿下的凤城，怕是坐不稳吧？你敢威胁我？准公公，我哪敢？我只是想证明，我沈时生有资格与您做这笔交易。
将来我生下的孩子也是沈家继承人，我自会让他们孝敬您。这是我儿云昭，还在海外留洋，下个月就回来了。宽肩窄腰屁股翘，看着就好生养。少帅不会不答应吧？他敢不答应，老子扒了他的皮！后天我会在督军舞会上公布你和云昭的婚事。多谢督军，我想先去看看我爹。走。夫人，有下人告诉我，督军要在后天的舞会上公布沈时生少帅的婚事。沈时生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想高攀我儿子？大夫，我爸怎么样了？患者多处器官衰竭，万幸抢救的及时，以后好好养着就是。好，谢谢医生。什么？枪让人偷了？丫头，我有点事儿，先走一步。一切都听督军安排，那我先去安置我爹。伤哪儿了？皮外伤，死不了。黑龙会那边都处理干净了。我担心的不是黑龙会，是他们背后的人。你这次太冒进了，凤城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。当年上战场断了一条腿，也没见你皱下眉头的。怎么跟你哥说话的？我给云昭相了个好姑娘，就给咱们送药那丫头。我不得空，你一会儿替我送送。我不送，那是你准侄媳妇儿。说真的，那丫头有胆量，模样也不错，一身白旗袍，眼睛明亮，配云昭绰绰有余。白旗袍？哎，你干嘛去？找人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！你去叫医生，我来急救。敢偷我的枪，活腻了！气质不对，不是他。暂时稳住了，谢谢你，你真是活菩萨。医生，我爹就交给你了，我得先回家一趟。放心吧，沈小姐。也不知道少帅究竟长什么样。找到了，跟上他。我的枪用着还顺手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放开我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可是督军府的少帅夫人。少帅夫人，我傅艳林想杀的人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掉。玩个游戏，6个弹膛1颗子弹，你我轮流对自己开枪，谁先死，谁就输。敢吗？到你了。
第6发，100%的运气，到你了，少帅夫人。怎么，玩不起了？游戏规则可没说不能对你开枪，怂了？你干什么？我就喜欢你这种带刺的野猫。你赢了，那把枪送你了。警察！副帅，督军说后天要在督军府开一场舞会，当众宣布少帅的婚事。哼，野猫与猛虎最相配，小野猫，你只能是我的。昨晚大小姐救父心切，无视禁令硬闯官道，至今都未回来，怕是凶多吉少。老爷说，把大小姐和沈家家业都交给我照顾和打理。老爷和大小姐如今是生是死还不知道呢，你就等不及要吃绝户了。我支持秦管事继承沈家家业，支持秦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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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本小姐怎么不知道我死了？生生，原来你没事啊！大小姐，你看看，老爷生前亲手写的，白纸黑字，你和沈家家业全部交由我儿子。沈世亨，你竟敢打我娘！我不但打他，还要打你。沈家所有家业都是我母亲祖上的产业，这封遗书如同废纸。给我上！我们这么多人，还怕他一个不成？我看谁敢！我是督军亲口承认的少帅夫人，各位若是跟我作对，就是跟督军府作对。少骗人了，就凭你能攀上督军府？就是肯定是唬我们的。呀，打偏了。博莱大 M92F 军用武器，有价无市，黑市都买不到。要么死，要么滚。谁若求情，一起死。3、2、1，我滚！我这就滚！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接回来的。还有一半家产沦落在秦俊川手里，想吃绝户门都没有。合作终止，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。夫人，我还有用，请您再信我一次。你还有什么办法？我们夫人早让你下手，不就没这事儿了吗？这绝户我吃定了，事成之后，家产自然少不了夫人那一半。说。我会在宴会上当众揭开沈时生与我有婚约之事，到时他有口难言。就是他了，我给云昭选的未婚妻，凤城首富之女沈时生，还不错吧？
很快你就会知道他有多不错了。走，下去看看。督军夫人好。沈小姐，少帅尚未归国，不能出席。按我们凤城的老规矩，您得跪下给未来的公婆敬茶，以表孝心。这是要给我个下马威？小野猫，我倒要看看你会怎么应对。夫人，您可是引领凤城风尚的新时代女性，想必不会拘泥于这些旧社会的繁文缛节吧？我虽然喜欢新东西，但老祖宗传下的规矩和德行可不能丢。想进我傅家的门，德行要摆在第一位。督军，您说是不是？好，好，好，师生，你最是知书达理，就按夫人的意思办吧。沈小姐，茶要凉了，督军和夫人还等着呢。时逢乱世，唯有嫁进督军府，才能稳住沈家家业。眼下我绝不能落人话柄。好痛！这垫子里藏了什么？放肆！连杯茶都端不稳，这是存心给我难堪吗？真是没规矩！哎呦，督军夫人您别生气，有些人啊，就是给脸不要脸。您瞧瞧，您这么体恤他，怕他着凉，准备了垫子，他还不领情。听说沈半城都要死了，他这是家道中落，急着找下家呢。沈小姐，夫人没让你起，你就得一直跪着，跪到夫人满意为止。我当是谁跪在这儿呢？原来是我们沈家的大小姐啊！狗奴才，凭你也配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可是督军钦定的少帅夫人。你是何人，竟敢在此喧哗？督军，您可千万别被他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骗了。在下秦俊川曾是他的未婚夫，可惜他为了攀附督军府这棵大树，狠心将我一脚踹开。天哪！竟然还有这种事！我就说嘛，看他那副清高的样子，骨子里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原来是个为了荣华富贵，连婚约都能撕毁的拜金女。是啊，沈荣安一不行了，就立马另寻高枝，这吃相也太难看了。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，怎么配得上咱们的少帅？简直是玷污门楣。他在我面前还哭着说非我不可，一转头就来巴结督军您。这种水性杨花、背信弃义的女人，怎么配得上少帅？还是督军夫人，您有先见之明，早就看出他品行不端了。幸亏您今天让他跪下敬茶，不然真让他蒙混过关了。什么？竟有此事？督军，这种人品有亏的女人，绝不能进我们督军府的门。沈世豪，你也有今天。当初你在沈家不是很威风吗？现在跪在这里，像条狗一样，感觉如何？哎呀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暴发户就是暴发户，最是上不得台面。您看，这门不当户不对的，名声还如此败坏，我们傅家可要不起啊！夫人说的有理，沈家和我督军府的婚事在议。沈小姐，夫人可没允许你动。让你跪你就跪，在我跟前，你可没这么听话。你是何人，也敢做督军府的主？你又是谁家的狗，也敢在本帅的地盘狂吠？哪个不长眼的？这是我们督军的亲弟弟，傅帅。他竟然是傅云昭的小叔。怎么了？好一个不知规矩！嫂子，我怎么不知道督军府有这等规矩？督军夫人恕罪，看不惯沈小姐姐，想给她个下马威。
放肆！督军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赶紧滚出去领罚！沈哲浩，若是你愿意当众跪下求我，再磕几个头，兴许我还能改变主意，娶你做我二姨太。我呸！秦俊川，你别白日做梦了。臭娘们儿，装什么清高？杜军府，何时轮到你来造次？沈世航，没想到你勾引我和少帅还不算，又勾搭上了这个，你怎么如此恬不知耻？怎么，你们男人可以3妻4妾，我们女子就得从一而终？想死？勾引你，你也配？大哥，此人的话不可信，他爱而不得，才故意造谣。哦，听起来你们认识？嗯，那晚我出任务刮坏衣服，他当我是乞丐，给了些钱。哈哈，原来如此，师生是好姑娘，配得上云昭。可否赏光，与我共舞一曲？我可是刚刚救了你。副帅，请注意你的言行举止。你说，要是督军知道了我们的关系，会怎样？大街上就亲热，真是不知廉耻。咦，那女人的衣服和沈师生的一模一样。放开我，你不能这样。怎么，你还真想成为我的侄媳妇儿啊？秦俊川早已在暗中吞并一半的沈家家产，我需要这个身份，而且越快越好。晚了，我吻过你，你也看过我的身子，你就是我的人。小野猫脾气挺大。那要不，副帅你来娶我？
整个凤城，唯有毒君可以庇护我沈家安危。我不嫁傅云昭，你现在敢娶我吗？有人来了。别杀我！小翠，副帅在商谈机密，闲杂人等不得接近。人走了。我现在不能娶你。为什么？算了，小野猫，先送你回家。副帅，到了。好。傅远离，我是好人家的姑娘，也救过你的命。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实际上却想毁了我。怎么，你今天才知我本就不是好人？三从四德，只束缚寻常女子。你非寻常人，所以我喜欢。堂堂副帅，竟偏爱这般强取豪夺。不，我看上你，只因为你是你。去吧。小野猫，我定会让你心甘情愿爱上我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你可当真看清了，那两人真是傅彦如和沈思涵。奴婢未曾看清。娘，我回来了。云昭，瘦了，你怎么忽然回来了？今年课程提前学完了，我就买了船票先回来了。娘，你这是为什么事发愁？还不是你爹给你定了一门婚事，那姑娘德行有聪，根本配不上你。新时代提倡自由恋爱，不兴包办婚姻。娘，你别担心，我去跟爹说取消婚约，我是绝不会娶这种女人的。好，那娘就放心了。云昭，爹，出事了！你小叔又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快带枪跟我走。是。缺了不少名贵药材，和账目对不上。有人来了。鹿茸、虫草，全是名贵药材。秦俊川偷拿这些药要干啥？够防身了。这是我第二次救你，你要如何报答我？不如以身相许。想都别想！你受伤了，我先带你进去。别动，这是钢铁荆棘，刀刺会牢牢勾住你的肌肉和神经，硬拽你会死。
你会处理？会。动手。会很疼，忍着点。比起这个，我更想要一枚美人吻。疼死你算了。好了。我果然捡到了宝贝。我还有事。别动，帮我治治疼。我出去看看秦俊汤的动向，顺便探查下外面的情况。你在这里别乱动。给我查，一处角落都不能放过。是。三位军爷，这是怎么了？姚总长遭人刺杀，杀手一路逃到了这里。我们绝不可能私藏杀手的。若有阻拦，老子当场毙了你！督军，怎么了？督军，要不您亲自看看？云昭，好久不见，这是回国了？傅云昭回来了。姚叔，臭小子，我让你去给姚总长护驾，你倒跑这儿一夜风流来了。不想去。小叔，这位难道是婶婶？你想好，转过脸儿，让老子把把关。人家姑娘现在衣冠不整，不合适。副帅，好巧，什么风把冯师座吹来了？昨晚姚总长在凤城被杀，杀手能一人单挑我们上百人。据我所知，在江北4省，有这等身手的并不多。副帅，身手是第一，连少帅从浏阳军校回来的都未曾比得上。师座这是在点我。冯师座，我这弟弟虽混账了些，但绝不可能在自己地盘动手。那个杀手中了我特制的钢铁荆棘，副帅若想自证清白，不妨脱了衣裳，让我们看看。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让老子自证清白？严凌，不得无礼！老东西，老子想杀人就这么杀，暗杀不过瘾。放肆！姚总长可是总统面前的大红人。傅彦霖若是有事，今日我和他的秘密也会暴露，我必须保住他。冯军爷，您可曾看清了杀手模样？是男是女？不曾。既然不曾，那如何确定就是傅帅？这，冯师座，保不准是有人杀了人，想嫁祸给我弟弟。傅帅，您不愿脱衣裳，不就是因为没轻折腾留下家印子了？如今脑袋都快不保了，不妨给他们看看。继续。
手不可能是傅艳林，敢算你不好见的吗？全城医生都被我们监视下来了，没人接触过傅艳林。他若是凶手，这会儿早流血身亡了。副帅，已经查清楚了，误会一场。我就不送冯师座了，还是说冯师座想一起？哼，混账东西！伤口又疼了。你为什么要杀姚总长？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被人追杀吗？那些人就是姚孝廉派来的，他倒卖军火，挑起战争，大发国难财。我把他的黑龙会炸了，我杀他是反击，也是为民除害。你为民除害，也得注意安全。真是心疼我了。我得走了。我跟你一起走。伤口不要碰水，用3-7止血。你在担心我？我当然担心。你若是出事，你我的关系也会暴露。我还想好好着。没有女人能拒绝我，只要是你想要的，我都会为你得到。我只想要你离我远一点。你还好吗？我赌对了。傅艳林，她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。这个女人，傅艳林，她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。这个女人，哎，东西呢？若你想继续跟我合作，就绝不能被赶出沈家。是。这些年，我利用老夫人的病症，靠沈家药库的药材捞了不少。药材若是断了，就是断我财路。夫人为何不自己亲手治病救人？我家夫人只倒卖药材，看病的另有其人。原来如此。我听闻沈时亨精通药理，还用雪上一支胶救了全军，这才换来了和昭儿的婚事。我们挪用沈家药材一事，绝不能暴露。如今我被架空了，我担心有天……那就杀了他。不可。难道你还对他念念不忘？还有一大半沈家家业在沈世英手上，没有他，我们拿不到。眼下就有个好机会，还不用脏了我们的手。什么机会？老夫人的地位极高，只要让沈时枪给老夫人看病时出了错，婚事自然会黄，而且督军也不会放过他。那我就静候夫人佳音了。沈小姐这边请。老夫人好，我是沈时生。娘，她就是云昭的未婚妻，凤城首富沈荣安之女。商人重利，老夫人最讨厌商人。沈时生，我要亲眼看着你完蛋。满身铜臭味儿，钻进钱眼里。可惜了，他配不上云昭。再给云昭寻一门好亲事吧。娘，我那些弟兄能保住一条命，全靠时生了。爹，沈小姐对督军府有恩不假，但强行联姻反倒辱没了两家体面，不如用其他方式还了这恩情。娘，儿啊，送客。看来傅云昭与我无异，解决沈长内乱，我得想别的法子了。老夫人不必为难，傅先生也无需介怀。晚辈对督军府的元首本就为道义，不为攀附。如今我爹大病初愈，从此督军府与我沈氏案互不相欠。不因恩邀功，不因辱失态，这般不卑不亢的女子竟被我小瞧了，此女倒是少见的很。
奶奶，娘，快把药拿来！赵神医做的药丸只剩下半克了，不够一次的用量。那还不快去请赵神医？赵神医正在来的路上，最快也得半个时辰能到。这可如何是好？若督军信得过，可否让我一试？我差点忘了，师生也是懂药理的。皮毛而已。快，让师生看看。沈小姐，治病救人绝非儿戏。眼下赵神医还没来，不如就让师生看看吧。这督军夫人平日处处针对我，今日为何如此反常？怎么了？没看出端倪。我原以为她有几分不同，终究还是与那些借恩邀功的寻常女子一般无二，竟无半分真才实学。沈世恒，你是在故意拖延救治时间吧？督军夫人此话怎讲？自然是老夫人刚才说你配不上云昭，你怀恨在心。医者仁心，大医精诚，给老夫人看病，我自然是要慎之又慎。督军，老夫人这是肾衰竭的症状，国外医疗技术发达，最好还是去国外做透析，才能根治。我提过好几次了，我娘不愿意离家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那就只能用回魂丹续命了。赵大夫，您确定这是治疗肾衰竭的药？当然，老夫人头晕、恶心、呕吐，这就是肾衰竭的症状。赵大夫恐怕错了，这药丸治不了肾衰液。这位小姐，老夫行医30年，这药中2味药彼此相克，绝不能吃。无知小辈，若是老夫人有个3长2短，你可担待得起？沈小姐，你资历尚浅，此事还是听赵神医的吧。之前我娘每次吃了这药就会舒坦许多，此药只能暂时缓解，无法根治，长此以往，无异于饮鸩止渴。小翠，送客。若老夫人出现胸闷、心痛、发热等症状，可以再来找我。你就不该趟这趟浑水。医者仁心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这病，你究竟有几分把握？10分。那你为何支支吾吾，拦着不让吃药？因为那颗药丸是解毒丸。毒？你是说我娘被人下了毒？别担心，是慢性毒药。下毒之人似乎有意控制毒量，既不会致命，又能让老夫人经常昏迷。若是让我查出是谁，我定会崩了他。稍安勿躁，眼下你没有证据，别打草惊蛇。我先回去了。我送你。娘，您终于醒了。娘，多亏了赵神医治好了您，不像沈石溪那个半五子。儿啊，替我好好谢谢赵神医。赵神医，我送你。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的胸口好痛。香痛、发热，这些症状以前都没有过。之前每次只要吃了解药，老夫人都会好，这次是怎么回事？赵神医，您快想想办法呀！我也束手无策呀。胸痛、发热，这些症状不是和石轩预测的一模一样？快去请沈小姐过来。是。等等，我亲自去。我知道了，沈师生自己找死，我得再帮他一把。沈时昌，你想死，不用拉上我们垫背吧？大小姐，你医术不精就给老夫人看病，这会害死我们所有人啊！老夫人若是有个3长2短，沈时昌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哦，你是如何得知的？街上都传开了。各位，我们应该绑了沈师生，给督军府表忠心。我看谁敢！放开我！督军，我已经把沈师生抓起来了，听候您发落。放肆！督军少夫人你也敢绑？快给师生松绑！督军，快起来！师生，是我副长有眼不识泰山，
还求您救救我娘吧！老夫人，血吐出来了就好了。娘，您感觉怎么样？真神了，胸口不疼了，也不头晕恶心了。没想到他不但医术卓绝，格局更胜男儿，真是个妙人。师生，之前是我老婆子愚昧无知，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。云昭，师生是个好姑娘，你可喜欢她？我自然是喜欢的。师生，之前的话我收回。昭儿，你……哈哈哈哈！我就说，看上的儿媳妇儿绝不会错。沈小姐真当华佗在世，妙手回春。之前是我赵某人孤陋寡闻了。老夫人的病并不重，而是中了毒。中毒？可我娘不是肾衰竭吗？中毒和肾衰竭症状相似，这味毒下的极为隐秘，量也控制得刚刚好，一般大夫根本看不出来。我也是发觉有2味药药性相克，才意识到不对劲。敢问赵神医，你居心何在？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放肆！你竟敢谋害老夫人！枉我当年高价把你请来，还不拖下去杖毙！等等，大嫂为何这么着急？我还没问完话呢。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若我供出督军夫人，恐家人性命不保。没人指使，都是我一人所为。来人，处理干净。被主之人，死不足惜。娘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没想到。好了，你们先下去吧，师生和云昭留下。好孩子，累坏了吧？快歇一歇。快，把东西拿上来。这玉镯是我家祖传的，世间仅此一块，我呀可只会留给我的孙媳妇。老夫人，我不能收，这太贵重了。还叫老夫人？奶奶。哎，云昭，你可要好好待师生，若是敢欺负他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奶奶，我哪敢啊！师兄，你等一等，我给你带了礼物。奶奶，我去看看云昭。好。你怎么还没走？我在等你。你放开我！这么快就收下了我娘的镯子，你就这么着急嫁进我们傅家？是，我恨不得明天就嫁进来。你一直在利用我们督军府，只要能保住沈家，我愿意用一切做交换。不如你利用我，我可不比整个督军府弱。我记得傅帅已经拒绝我了。沈师生，我绝不会让你嫁给云昭，你只能是我的。啊！师生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出来了？哦，刚我路过看到有个野猫窜过去了，吓到它了。原来如此，师生，这是我特意为你选的。哎，你云昭，你留学回来怎么不见送我的礼物呢？小时候你可是拿我当最崇敬的人。小叔，我在国外军校上了快10年学，早就不是小孩子了。我下次给你带。师生也是海外留洋回来的，见过的好东西不比你少。那这个就先给我了。小叔，你云昭，没事，就让给你小叔吧。今日我就先告辞了。沈世生这个贱人，不但赢得了老夫人的欢心，竟还勾走了云昭的魂。夫人，
那这婚约我绝不会让他得逞。若他没了清白，再叫云昭和督军撞见，就再也不能嫁入督军府了。爹的毒素清理干净了，但还需要良药滋补，我得赶紧把药送过去。就是他。妹妹去哪儿啊？让哥哥霜一下。滚开！老子就喜欢脾气倔的。糟了，走得着急，没带枪。把人留下。你算哪根葱？给我上！师生，师生，还好是你。怎么这么疼？夫人，沈时辰中了药，傅艳林抱着沈时辰去了酒店。走，我们带督军和云昭看一场好戏。你身上好凉快。他这是被下药了。我好难受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督军，我看得千真万确，傅艳林抱着沈时涵进了酒店。不可能，燕林绝不是那样的人。我一心都是为了督军府，怎会拿这种事撒谎？督军随我前去，一看便知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在耍什么花招。督军，就是这件。大哥、大嫂，云昭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给我搜！奇怪，沈时干究竟藏到哪儿去了？你们到底在找什么？自然是找你的情人。怎么，我睡了几个姑娘还要和你报备啊？夫人，地上有个耳坠。督军，你看，这是沈时辰的耳坠。不错，我也见过他戴这双耳坠。傅艳莲，你到底把沈时兴藏在哪儿了？沈时兴，该不会藏在浴桶里吧？沈时生，该不会藏在浴桶里吧？大嫂，男女授受不亲。督军，浴桶里肯定藏了人。爹，让我来。小叔，请你起来。我没穿衣服。你若还是我小叔，就乖乖起来。好啊！沈时恒那个贱人是不是在里面？啊，督军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浴桶里除了冰水，什么都没有。不可能，我亲眼所见。督军，你相信我。小叔，那时生的耳坠为什么在你这里？我在大街上看见他被几个混混欺负，就出手相救了。他离开后，我在地上捡到了他的耳坠。小叔，对不起。行了行了，滚！老子今天不想看见你。你屡次三番挑拨他们叔侄关系，闹够了没？出来吧。清醒了吗？我好难受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沈时欣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，你是傅艳明，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？傅艳墨，你干什么？清醒了吗？没清醒，我给你叫个冰水浴。今天谢谢你。沈时生，我从不趁人之危，我要你心甘情愿。现在你清醒了，我们不如玩点真的。沈时生，我从不趁人之危，我要你心甘情愿。现在你清醒了，我们不如玩点真的。你只能是我的，时生，我爱你。你不就是想要我的身子吗？
来啊！沈时生，你在质疑我的真心？敢爱不敢娶，这就是傅帅口的真心。你的真心在我这一文不值，想要我的真心，你不配。沈时生，我们打个赌吧，我赌你一定会先爱上我。拭目以待。不愧是我看中的人。这是什么？簪刀，源于明朝，既是武器，又是发簪。手枪虽好，但总有不方便的时候。我教你。好。簪刀锋利，小心伤手。平时你就戴在头上，这样，就算我不在你身边，你也能自保。学费。小姐，船务公司的线人告诉我，秦俊川今天买了一张去法国的船票，3日后就启程了。他这是要跑路了。这2天他几乎搜遍了府内每个房间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，可都一无所获。他这是在找娘留下的另一半的地契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得提前实施计划。老子要发了！去他娘的苏静玉和沈世轩！等老子后天跑到国外，看你们还拿我怎么办！有毒！你给我下毒了！秦俊川，毒箭木的威力你知道吧？味道怎么样？大小姐，我错了，求你救我！想要我救你，可以。另一半地契在哪里？都在院子里那棵树下埋着。大小姐，确认过了，是真的。解药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告诉我你背后的人是谁？是苏墨雨，是他想要吞并整个沈家。果然是他。为什么？沈荣安是他的初恋，却抛弃了他，入赘了沈府。原来是因爱生恨，所以想尽办法复仇。先是我娘，后是我爹。大小姐，求你给我解药，我把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。不能，被主之人死不足惜。贱人，你跟他一样，都是贱人的。前世今生的仇，我终于报了。苏明玉，这笔血债我沈时珍记下了，把秦俊川的尸体扔到督军府门口。是，大小姐。督军，我听闻冯施竹的女儿冯衍从小双腿瘫痪，何不让时生给看看？不行，冯家遍寻4省名医也未能治愈。谁说女子不能行医？就让时生试试嘛。可是我觉得行。黑龙会军火库一事和姚总长之死，已经让我们彻底得罪了冯世界。他是总统眼前的红人，若能拉拢他，我们督军府定能坐稳凤城。这事儿还真得让时生去。沈时亨，敢用那么恶心的尸体来挑衅我，你的死期将至。苏明玉准没安好心，可大仇未报，就算是火坑，我也得跳。我尽力一试。好，我送时生前去吧，有我在，时生定能全身而退。有燕林在，我就放心了。沈小姐，我女儿怎么样？问题不大，我会亲自煎药，2个时辰后她即可下床。有劳沈小姐。怎会吐血？老爷，限制不住了。今日我女儿若是有个3长2短，你就给她陪葬。味道不对，这药被人动了手脚，我这就为小姐施针解毒。你再动一下试试。你若不想你女儿死，就让她施针。傅延林，冯府轮不到你来造次。造次？
你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就让整个冯府一起陪葬。让他治。我熬药不借他人之手，就是防止有人下毒，又岂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你是说有人想置我女儿于死地？碗和勺都是我用银针提前检查过的，问题出在锅中。这是有人把毒涂在了锅盖。都有谁碰过这口锅？这口锅是金个新送来的，之前一直是小玲在负责。把小玲带上来。是。说，谁指使你的？老爷饶命！是有个男人给我钱让我涂药水的。慢着，冯师座，我知道下毒之人是谁，是苏明玉。里边请。怎么忽然来了这么多人？许是听闻督军拉拢了冯师头，所以提前来祝贺。探子说冯文已死，我倒要看看今天你沈时轩还怎么活。八字还没一撇，哪个不长眼的东西竟敢提前把消息透出去？督军，怎么不见少夫人啊？听说她给冯氏家的千金治疗腿疾，该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？我怎么听说少夫人给冯家千金治死了？各位，我儿未婚妻医术精湛，还治好了老夫人的陈年病症，兴许是治疗耽误了些时间。冯师做到。冯师座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哼，我还得谢谢督军送来的一份大佬呀。师生，冯家千金的病看得如何了？该不会是沈小姐好大喜功，医术不精，得罪了冯师座吧？我听说这位沈小姐一心攀附少帅，今日算是丢尽了督军府的脸。冯焕果然死了，沈师生，你今天死定了！师生，你不是说你的药绝无问题吗？夫人，是我医术不精，督军府在凤城根基未稳，全被你毁了。沈世航，你根本就不配加入督军府。不配进督军府的人是你。冯师座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女儿确实中了毒，但下毒之人并不是沈小姐，而是你，苏明玉。冯师座，督军，我冤枉啊！督军，苏明玉心肠歹毒，不但给我女儿下毒，还嫁祸给沈小姐。带上来。哥，我在冯师座府邸附近发现这人鬼鬼祟祟的。夫人救我！随便找个小厮就想栽赃陷害我，师生，你好大胆子！出来吧。冯焕，见过督军，多亏了沈小姐的药，我在床上躺了10多年，今日终于能下床走动了。冯婉竟然没有死，想不到吧？我女儿并没有死。你来说，敢有半句谎话，老子崩了你！督军，小的不敢说谎，就是夫人给了我毒药，让我买通冯师座府邸的丫鬟，她说只要毒死冯焕小姐，沈时恒就休想进督军府的门。我本以为你真的接受了石生，没想到你竟如此蛇蝎心好，把他和此人拖出去枪毙。督军，饶命啊！督军，督军，饶命啊！督军，我知道错了，督军，你帮帮我娘，你说的话冯师座一定听的。杀人偿命，天理如此。云昭，我帮不了你。爹，求求你救救娘吧！他们天娘了！我身为凤城督军，内宅却德行有失，惭愧。要如何处置我和苏明玉，全凭您一句话。罢了，毕竟沈小姐确实治好了我女儿的腿疾，此事我便不再追究。闺女，我们走吧。带夫人回去闭门思过，没我的允许，不许出。可惜，这次还是没能斩草除根。
这是子弹。这个礼物可还称沈小姐的心意？当然。拿下苏明瑜是迟早的事，我还盼着你多利用我几次，好再跟你讨债呢。我要亲眼看着苏明瑜咽气。谋士以身入局，你当真让我佩服。你想我怎么帮你？抽筋剥皮，饮血吞肉。不愧是我的小野猫。你放开我！谁是你的小野猫？师生要是讨厌我提出退婚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替我娘跟他道歉。师生敢欺负我的未婚妻？那是小叔。小叔，为什么？从小到大你什么都比我强，为了躲避你的光芒，我甚至出国留洋。可现在，你连我的女人都要抢，我绝不会把师生让给你。师生，师生你在吗？师生，云昭，你怎么来了？师生对不起，我是来替我娘道歉的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她竟然那样对你。我以后一定加倍对你好，好好补偿你，好不好？你快起来！你要是不原谅我们，我就在这长跪不起。好吧，我原谅他了。你快起来！师生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什么人？没有人，是风。师生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。云昭，我们不能这么快结婚。为什么？难道你还在怪我娘？不是的，因为我们才刚认识没几天，这么快结婚太草率了。师生，这辈子我只认定你一人，至于感情可以慢慢培养。是我太心急了，你不用着急给我答案，我会一直等着你的。对了，师生，军营里伤兵感染了风寒，你今天若是有空，来我书房配点药。好，我下午就去。怎么，你这是吃醋了？我只是不喜欢自己的猎物被别人盯上的感觉。副帅难道没听过一句话？真正的猎人，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。你想当猎人，我陪你玩。不过你记住，最后到底谁是猎物，还不一定呢。那我就等着副帅让我认输。你受伤了，我帮你包扎一下。好啊。师生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。怕什么？这里只有我小叔。师生，你过来。有个药方我看不懂，你过来帮我看看。你疯了！原来小猎人怕暴露身份啊！你们竟敢在我眼皮子拉拉扯扯！师生，你的嘴唇怎么肿了？没事，可能是最近事务太多，有点上火。师生，你不用这么辛苦，你可是我认定的妻子，正统的少帅夫人。有些东西该是我的，永远都是我的，别人抢不走。跟我走，我的伤还没包扎完呢。他不能走，小伤而已，你自己包扎。少帅理应礼贤下士，这些道理还需要我教你吗？可是没有可是，这是军令，从此刻开始，他就是督军府的军医，得跟着我去军营，你拦不住。傅延礼，你真以为我还是小时候跟你身后什么都不会的小孩子吗？我会让你知道我的手段。爹，我看到安泰那边有了动静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这帮黑龙会余孽竟敢在城郊码头倒卖军火，抢劫百姓，完全不把我傅家放在眼里。他们集结3000人马，装备精良，不除必成后患。爹，让我去吧，我愿意带兵剿灭他们。你虽有心，但经验尚浅，
教育你小叔更稳妥。爹，我虽年轻，但也该为傅家分忧，不如让我去与小叔商议剿灭计划，也好学习一二。好，你有这份心，爹很欣慰。爹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我建议我们机密行事，您看如何？果然是长大了，思考事情都周全了许多。就按你说的办吧，这事儿除了我们傅家人，不可外传。是，我这就去找小叔。云昭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小叔，爹让我来与你商议剿灭黑龙会余孽的事。黑龙会？你说？据探子汇报，他们在城郊码头集结，不过800人，装备一般。我们若带1000精兵，速战速决，定能一举歼灭。800人也敢在我眼皮底下闹事，真是不知死活。放心，我这就带1000兄弟出发，必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小叔，没什么，小叔一定小心行事。放心，区800人，能奈我何？小叔，别怪我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把石生从我身边抢走。你放心，等我和石生完婚，我立刻便派兵增援。这是钢铁荆棘的玄铁，送我的。不想要就还我。正好我要去剿灭黑龙会余孽，有了这个，我一定能平安归来。黑龙会以参会人数众多出名，你此去如此慌张，万一中了埋伏……放心，云昭替我打探清楚了，更何况有你在，我还舍不得死。好了，要出发了，石生，等我回来。一定要平安回来。石生，4天后你和云昭大婚，早点把婚事办了，我还能早点抱孙子。哈哈哈哈！什么？大婚？我们都听爹的安排。如今沈宅寨乱一片，家产也全数夺回，我不爱傅云藻，更不能欺骗他的感情。云昭，我不能和你在一起。石亨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督军，我想跟少帅解除婚约。之前是我舅父心切才提出联姻，可我深知自己配不上少帅，更不愿在高攀督军府。你以为督军府是什么地方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你利用督军府时，连声招呼都不打，如今是打算过河拆桥？求督军网开一面。之前我答应给督军府的30%生意利润，我愿增加到5分，只求您能同意解除婚约。沈世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傅家的脸面岂容你这般随意践踏？督军，我意已决，还望您成全。沈世航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嫁是不嫁？督军，石生心意已决，不能嫁。好一个心意已决！真当老子不敢逼了你？爹，不要！爹，这是我和石生之间的事，求您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跟他好好谈谈，我一定会说服他的。哼，没用的东西！老子给你们1天时间，若他还是这般不识抬举，就别怪老子不讲情面。晦气！石生，对不起，我爹他吓到你了。云昭，是我对不起你。石生，你知道吗？从小我娘就对我管教极严，我活得战战兢兢，胆小又懦弱。而我小叔，他只比我大几岁，却样样都比我强，武功、谋略，父亲的看重。我活在他的阴影里，从未真正为自己活过。所以第一次见你，听说你也是靠着手段才得了这婚约，我内心是抗拒，甚至是不屑的。可是后来看着你为了救父独闯官道，面对枪口毫不退缩，看着你医术卓绝，救死扶伤，看着你清醒果断，有勇有谋，我就像在黑暗里看到了一束光。是你让我知道，人还可以这样活着。世上，是你给了我勇气。我是真的爱上你了。云昭，我在西洋留学时，那边的习俗是成婚时夫妻双方会给彼此戴上一枚戒指，寓意爱情的永恒。石生，嫁给我好吗？我傅云昭发誓，此生定会真心待你，爱护你，绝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云昭，
谢谢你，但是对不起，我不能答应你。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我小叔？不，与他人无关，是我不能欺骗你的感情。不爱就是不爱，我若为此嫁给你，对你不公平。既然如此，我只好……为什么连你也会被傅彦君抢走？世上，我这一生都活在他的阴影下。你，我绝不会再让给他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是。少帅有令，大婚前任何人不得出入这里。若您硬闯，就请您好好考虑一下您父亲的性命。傅云昭，你怎敢！少夫人，这是少帅让人送来的嫁衣，您试试合不合身？3天后就是大婚了，不合适的话得赶紧修改。少夫人，您多少吃点吧，身子会熬坏的，少帅也会担心您的。拿支笔来。燕霄，傅云昭以我爹性命相要挟，逼我3天后嫁给他，我无计可施，只能暂且应下，唯有寄信于你。若你不来，我便只能拼了性命护父亲周全，师生。不可能，他明明说过会等我，我要回去救他。副帅，咱们带的人手都要被耗完了，对方起码3000人马，这跟咱们之前预测的不一样啊。副帅，是云昭。所有人立即集合，我亲自带队，一举剿灭黑龙会余孽。那不给沈小姐回信了吗？家国天下，没有国何来家？傅彦霖，3天后便是大婚，你会来吗？傅彦霖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傅彦峰，你也有今天。师生，少夫人，今天便是大婚之日，吉时已到，咱们快梳洗打扮吧。各位来宾，今天是少帅与沈家千金大喜的日子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傅彦霖，我信你，我等你，别让我失望。不会，这门婚事我不同意。我就知道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不过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今天是你侄子大婚的日子。师生，我回来了。师生，跟我走。你受伤了。谁都别想离开这里！反了天了！都给老子把枪放下！哥，我知道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云少，但我是真的喜欢他。
来人，赴宴殿目无尊长，扰乱军纪，公然抢亲，给我拖下去，军法处置。住手！督军，此事因我而起，与父帅无关。从一开始，就是我沈时亨为了复仇，为了保住家业，主动找上督军府寻求联姻，也是我在不知父帅身份时便与他有所牵连，为求自保与相助，屡次利用父帅。时生，你是我算计在先，纠缠在后。若要论错，我才是始作俑者。时生，别说了。督军明鉴，父帅今日之举，不过是被我蒙蔽利用，所有罪责，我沈时生一力承担。师匠，不要！傅章要大张旗鼓办这场婚礼，无非是想在时局动荡下安抚军心。这个节骨眼上，他绝不敢让婚礼见血，更不敢当着所有部下的面重罚刚刚剿匪归来傅延林。我赌他一定会妥协。这丫头好狠的手段！把枪放下！果然，稳住军心比一时的颜面更重要。师生，你怎敢拿枪指着自己？大哥，我心意已决，此生非他不娶。云昭，你是今天的另一个苦主，爹让你选择。你若坚持要娶，爹就算用强也把他给你捆进洞房。你若说咽不下这口气，爹就算寒了部分将士的心，也绝不叫我的儿子受这份委屈。为什么？沈时亨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我到底哪里不如他？为了今天，我计划了那么多，我甚至不惜在军情上欺骗你小叔，告诉他黑龙会只有800人，让他只带1000精兵去剿灭实际上的3000敌军，对吗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什么？云昭，你怎能做出这种通敌叛国的事？他早就知道了，在他出发前，我就提醒过他，黑龙会素以人数众多闻名，此行恐有埋伏。你知道？那你还……他知道，但他还是去了，因为他宁愿赌上自己的性命，也不愿去怀疑那个他从小看着长大、亲手教导过的亲侄子。在他心里，剿灭匪患、守护一方安宁的国事大于个人安危。傅云烧，这就是我选择他的原因。爹，不用选了，让他们走吧。云昭，你谎报军情之事，我到时候定会严惩。但如今，你若真选择放过此2人，爹也绝不会食言。你当真要如此？父亲，孩儿是认真的。云昭，小叔，我成全你和师生，但从今往后，你我叔侄恩断义绝。这就是我为我之前对你做的傻事向你赔罪了。师生，是你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。爱不是占有，而是希望所爱之人能够幸福。所以，我放手。唉，罢了罢了，你们一个两个，既然云昭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老子同意了。傅延林、沈时生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师生。燕林，你醒醒！傅燕林，你终于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说过，咱俩还没分出胜负呢。是我输了，我好害怕，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输的人也算我一个。我怕死，我怕再也没法活着回来见你了。收到你信那天，我正要去清扫黑龙会余孽，我选择了后者，因为那是我的责任。可当我胸口受伤，血流不止时，我忽然很后悔，什么天下，什么战争，我只想立刻回到你身边，哪怕是死，也要死在你怀里。不许乱说。以前我孑然一身，死了便死了，可自从爱上了你，便期盼长命百岁。你虽然嘴硬，把天下放在我之前，可那又如何？我还是喜欢你。我想要的另一半，从不是攀附的凌霄花，而是分则各自为王，合则天下无双。我们之间不会有分离，只有双亡。唯有我们，才能是真正的天下无双。让你逞能，现在知道疼了，好好躺着，
我去给你拿点药。以前我总觉得沈家内乱要平，父母之仇要报，我自己都是棋局上的棋子，哪有资格谈爱？现在才明白，我错了。爱从来不是权衡利弊的产物，真正的爱应该是双向奔赴，是你护着家国，我也能护着自己和沈家，是我们一起面对所有难关。你想要的，我都会为你得到。我从来没问过你想要什么。无自由，勿宁死。当副帅哪有自由？我的自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在太平的日子里，守住这河海清晏，家国安宁。原来没有我呀，那你之前还招惹我？沈时正，我若是有天战死沙场，你会等我吗？我不用回答。之前我逃避你，是怕不知道哪天来一枪，我就会倒在地上。到那时，你呢？以前我总觉得前线后方隔着千山万水，我守着疆土，你算着人心，是两条道上的人。可不管是握枪还是握笔，我们都有自己要守护的东西。我和你没有什么区别。你说的对，我们没什么区别。你想扳倒苏明玉，我就陪你一起，把他欠你的、欠沈家的，都拿回来。先欠着，待你有难，我也帮你。苏明玉一直觊觎沈家的产业，之前沈家内乱，他在背后推波助澜。等等，我一走，傅云昭就立刻逼婚。我前脚接到你的信，黑龙会就偏偏在那时候闹出事。这一切根本不是巧合，是他们早有预谋。很有可能，苏明玉背后定有靠山，我们得先找到他们的靠山，再一步步瓦解他们的势力。督军，属下有紧急军情汇报。督军，前线医疗队药材快用完了，伤员们只能硬撑。后勤处干什么吃的？3天前我就下令优先调运药材。日军在运输线设伏，药材全毁，还折损了护送弟兄。还有，说，日军攻陷平和镇西湾村，正朝瓮城推进，瓮城唇亡此寒。哥，日军如此神速，定是有内应。告诉前线所有将士，凤城是咱们的家门，丢了凤城，身后的百姓就没了活路。从现在起，全军进入1级戒备，加固城防，绝不能让敌军踏进凤城一步。是，哥，我找石英协调民间药材，2天内送前线。好。大帅呢？大帅呢？我要见大帅！你们这群畜生敢拦我！云昭，娘听说沈石是和傅延明勾搭上了，奸夫淫妇，就该尽早杀了他们。娘，我已经决定成全他们2人，可我的心还是这么痛。傻孩子，是他们负了你，你又何必折磨自己？一个沈石营而已，等你坐稳督军之位，天下女子任你挑。娘，我争的从不是儿女私情，更非督军之位。如今前线战火未歇，弟兄们欲卸沙场，傅衍林却当众闹得叔侄失和，家宅不宁。我怕这份内乱被有心人利用，寒了军心，误了大事。那也是傅延龄自作自受。昭儿别急，这督军之位他抢不走，就算有人想借题发挥，娘早为你铺好。娘，此话绝不可再说。如今家国为重，军中容不得半点通敌叛国的心思。你万不可一时糊涂，走了歪路，否则不仅毁了督军府，更会害了前线千万弟兄。娘知道，娘说的都是气话。云昭，如今你父亲把我囚禁在此处，娘心中实在难受。你可否想个法子救娘出去？就当是娘求你，娘就是想出去散散心，绝不会给你惹麻烦。好，我娘已经睡下了，你们2人跟我走，有些军务需要你们协助处理。是。
夫人深夜约我到此，倒是少见。怎么，督军府的日子过得不舒心？姚组长，不，我该称呼您松井一郎先生。随你。松井先生，我今日来是求您帮个忙。说。凤城首富之女沈时生最近处处跟我作对，搅黄了我从沈家拿稀缺药材的路子。您没发现最近给您药材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吗？现在这战乱年间，这珍稀药材生意可比倒卖军火好做多了。沈家全掌凤城药材，可沈时生抱了傅燕三大腿，我根本动不了沈家。果然又是傅彦林那小子在跟我作对。之前便是他炸毁了我黑龙会的军火库，害得我损失了至少几10万大洋。松井先生，您倒是提醒我了。我听说之前您还因为这事儿吃了亏，受了伤，后来都让替身替您出门。别提那个替身，我本意是让他替我挡灾，能保我安全，没想到傅彦林竟连替身都杀。可我听说当时并没有抓到傅彦林刺杀受伤的证据，或许不是他。整个凤城能有本事刺杀我，还能一人单掉我手下上百人的，除了少帅就是副帅。少帅跟我无冤无仇，那就只能是傅彦林。要不是没抓到他动手的证据，我早就把他碎尸万段了。此人一日不除，我心难安。姚子长，眼下倒是有个除掉傅彦林的好机会。哦，我可以帮您偷出凤城的军防图，到时候只要您将凤城的粮草库拿下，再趁乱杀了傅彦林，整个凤城都将被收入您的怀中。哦，夫人为什么帮我？督军之位只能是我儿云昭的，还要活戳石星，让那贱人受尽折磨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我会调一队最得力的手下供你驱使，日军的钱好赚。只要能杀了傅彦民，以后凤州的药材生意我欺你3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傅彦林，这次我看你怎么逃！就这点本事，也敢在凤城作乱？糟了，手臂使不上力了。哼，去死！没子弹了。不愧是我一手带大的野玫瑰，下手够狠。你的伤……等等，黑龙会，此人是姚总长的人。上次黑龙会的老巢已经被我尽数捣毁，怎么还会有人针对我？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先扶你离开。副帅，你去一趟墓园，把姚总长的坟给我掘了。是。忍一忍，一会儿就好。师生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进来。副帅，我们掘开姚总长衣冠冢，尸体戴了人皮面具，根本不是他本人。小心伤口，别乱动。果然是替身，看来姚总长根本没死。之前刺杀你的杀手是他的人，现在又证实他还活着，他这是故意装死，想暗中对我们下手。看来我们得提前动手了。阴沟里的老鼠最喜欢晚上出来了。副帅，需要我们现在去搜捕姚总长的踪迹吗？不急，他既然敢装死，肯定藏得严实。先摸清他的落脚点，再一网打尽。这次我不会再让他撂走。
我陪你一起查。此事太过蹊跷，你重伤，身体还没恢复，今天凤城就突然冒出土匪，你一去围堵，就被姚总长的人盯上。难道这是专门为我设的局？敢在这个时候动手，还能调动姚总长旧部的苏明玉？苏明玉这女人藏得比我想的还深。她现在的处境确实需要靠山。听说督军最近一直冷落她，她虽还挂着督军夫人的头衔，可早已是有名无实。没有靠山，她根本动不了你。副帅，还有件事，我们去姚孝廉的老家核实过，有一个叫郑妈的，说姚孝廉早在5年前就病死了，是一个男人买下了姚孝廉的名字和身份。什么？郑妈人呢？就在门外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君爷饶命！君爷饶命啊！君爷饶命！说实话，我保你性命无虞。是，君爷。那是5年前，老姚家大儿子就是姚孝廉刚去世，有个男人来了，说想买下他的名字，给500大洋呢。你还能随意倒卖尸体？不敢，不敢，君爷，我万万不敢啊！我是村里办白事的，想着反正姚孝廉家就他一人，无亲无故的。那买走姚孝廉名字的人有什么特征吗？特征？对了，内八，他走路内八。你记得很清楚啊。因为他走路太奇怪了，正常人都不这么走。下去吧，给他拿点钱。多谢君爷，多谢君爷大恩大德。哼，藏得够深啊！这凤城的姚总长，竟然是隐姓埋名多年的日军间谍。苏明玉与日军勾结，我们这就去告诉督军。督军只认证据，要查清他的靠杀是不是姚总长，总得有个切入口。苏明玉对我恨之入骨，用我的命加上军事布防图的诱惑，必定能让他露出马脚。到时候我们再将计就计。不行，师生，我怎能用你的安危去赌？你放心，我沈时生也不是吃素的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你吗？有你在，我不会出事的。可是，燕林，国大于家，这是你教我的。如今日军间谍潜伏在凤城，苏明玉与外敌勾结，我们不能坐视不理。答应我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你这伤到底怎么样了？军医怎么说？哥，你放心，死不了，伤到了肺腑，怕是要躺上一阵子了。这帮刺客竟敢在凤城如此猖狂！等我查出来是谁指使，非扒了他们的皮！哥，如今我重伤在床，城内又刺客横行，我实在不放心，尤其是城防布防图，千万不能落入日本人手里。所以我想，让石征替我把布防图送到临城，以此为证物叫来救兵，缓解凤城燃眉之急。她一个弱女子，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她？大帅，正因我是弱女子，才更不易引人注目。此刻若派军队护送，反倒打草惊蛇，让我乔装前往，成功的把握更大。好，千万不能出任何意外。鱼上钩了。姚总长，机会来了。我探到消息，赴宴门被刺客重伤在床，如今他们打算派沈时生带着布防图前往临城寻求救兵，时间就在今晚。沈时生，区一个弱女子，很好，苏夫人果然没让我失望。事不宜迟，我立刻就召集人马，今晚务必要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沈小姐，这么晚了，是要去哪儿啊？苏明玉，你竟敢勾结日本人，死到临头还嘴硬，带走。
姚总长，您看，城东粮草库的守备标记最少，巡逻间隙也最长，此处最为薄弱。太顺利了，傅彦霖心思缜密，即便重伤，不妨图如此轻易标明弱点，恐防有诈。糟了，这老狐狸起了疑心。兵分两路，一队由我亲自带领，试探虚实，半攻城东，直扑标记守备稍强的城西。无论哪边是真埋伏，我们都能探知虚实。另一路便可直捣黄龙。好计谋，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。到时候把他带上，万一真出了什么意外，他可有大用处。糟了，真有大用处。燕翎把全部兵力都放在城东，我们就会功亏一篑。如今我为刀俎，看你和傅延琛今后还如何在我面前嚣张。不必等以后，现在就可以看看。苏明玉，姚总长。哦不，松井一郎先生，恭候多时了。傅彦霖，你没受伤？我们中计了，布防图果然是假的。现在才知道，未免太晚了。傅彦明，你以为我们就这点准备吗？我早就料到可能有诈，城西那边的兵力应该马上就到现场了吧？哼，现在放我们走，否则我立刻掐死他！不能让他们逃了，好不容易才引蛇出洞，今晚是唯一能将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。副帅，城西传来消息，确有敌军强攻，兵力不明，我们是否分兵支援？分散救石生更难，可城西若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傅彦霖，我没耐心跟你耗，立刻让你的人放下枪，放我们走，否则我就先送他上路。傅彦霖，不能放，城西若破，凤城就完了。石生，以大局为重，若凤城失守，日军长驱直入，华夏山海岂能从我辈手中开始败送？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中的钢铁荆棘吗？我记得，那是我的彩礼。你受伤了！愤怒的还在打情骂俏。傅彦霖，我数3声，1、2、3，松开！一个不留，一个不留，全部拿下！伤到哪儿了？我没事，别管我，快去追，不能让他们跑了。不必追了，看他们逃跑的方向是云昭负责的关卡。云昭？对，云昭担心他们使诈，主动提出在城西守株待兔，没想到真被他猜中了。穿过前面那道关卡，我的人就在外面接应，过了那里我就得救了。云昭，是娘，快放我们过去！云昭，我是你娘啊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你亲娘？快让开！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他们把我抓走，逼死我吗？娘，正是因为你是我娘，我才更不能让你一错再错。家国大义在前，叛国通姻罪无可赦，这路儿子不能让。那还废什么话？既然他不认你这个娘，就别怪我行。去死吧！昭儿！娘！我杀了你！娘，你撑住！军医，快叫军医！昭儿，别哭，是娘错了，娘只顾着自己，心里的不甘和怨恨，只想替你争，替你抢，却从没问过你到底想要什么。娘，对不起你。不，娘，你别说了，是儿子没用，是儿子没保护好你。娘！非去不可吗？不可否认，西洋在科技、军事、医学诸多方面确实强于我们。我此番前去，不为逃避，不为安逸，只为师夷长技以制夷。更何况小叔比我更适合督军的位置。凤城有你，我放心。路上小心，若有难处，随时来袭。这里面有些应急的药方和银票，你带着。谢谢你，师生，小叔保重。他长大了，我们也是。师生，以前是我错了，我总觉得只要守护在你身边就够了，却忘了爱一个人就该给他一场像样的婚礼，一份明明白白的承诺。师生，
你可否愿意嫁给我？不愿意。现在才想起补婚礼啊？晚了。之前是谁说我不着急？我现在若是娶你，反倒是在害你的。师生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！我现在很想娶你。你着急啊？可这回轮到我不着急了。我还要去前线给将士们治病，还要研究新药，可有大好前程等着我呢。沈大夫，一听你说不着急，我这心口就疼得厉害。你医术这么好，能不能帮我看看？看可以，但我看病可是要收报酬的。你这心口疼，打算怎么付报酬啊？报酬啊，以身相许，一辈子够不够？不够。从今往后，我的人是你的，我的心是你的，整个督军府也都是你的。这样的报酬，沈医生还满意吗？